为着要解决国内欠药仔的问题，卫福部是设立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甲基层的药师是来批评是药师无主动审查的机制，所以一寡诊所甲药局欠抗生素，拢无赶紧来补充，互即个药师是逐工拢咧想办法要来补药啊。秋冬季节，各种呼吸道的疾病正流行。基层诊所逐工拢有真侪病人挂号排队要看诊。不过，社区的基层药师讲，专门伫咧治疗呼吸道感染、鼻头炎、中耳炎的抗生素，国内欠药的情形已经要到2年啊。基层诊所甲药房，逐工拢伫咧社群内面用药啊换药啊互相调配。小朋友6岁以下没有退烧糖浆可以喝耶，那对疾病的控制，那未来是不是要出了人命，要用人命来换政策？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是批评讲，监察院早伫咧10月19就发出新闻稿，针对食药署对国内必要药品贷款无主动查核的机制，要求检讨改进。不过1个月以来，食药署拢无积极作为，地方欠药啊，中央拢唔知。要有专线接受各基层医疗诊所及社区药局的电话，随扣随办。可以通知我们的那个专线，好我们会帮忙协助，而且我们也跟药师工会全联会有一个计划，他会协助在药局之间的取药。立委林维洲要求，欠药平台应该提悬到行政院的层级，才能应应未来传染性疾病大流行的需求量。因那食药署是回应讲，受到新冠疫情加俄乌战争的影响，全世界药品供应链失去平衡。唔那是台湾有欠药的问题，全世界拢共款。也是呼吁医药界，若是有欠药的疑虑，会当到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查询汇报。记者综合报道。